發現很多老人家去買菜都要問這個菜是不是本地的。梗係啦，買本地嘅菜，有菜味好甜噶。什麼叫菜味啊？你食番茄，食唔出番茄味嗎？屎殘！我發現現在的番茄越來越沒有番茄味了。外地佢冇味噶，睇起身嚟好靚，食起身咯好硬噶。那是為了解決啊，有的品種為了解決這個番茄長距離、長時間運輸呢這個問題呢，它就會在選育的時候選擇高病抗產的硬果，從而犧牲掉了番茄這個多汁皮軟的優點啊。那種新培育式的番茄啊，它價格更優惠，讓更多的人能吃得到番茄。那我想吃更加有番茄味的番茄怎麼辦？食翻本地噶啦，睇起身本地嘅唔好睇，食起身好好食噶。係啦，我以後個仔話要做科學家，種更靚嘅番茄俾我定同我阿媽食啊！佢琴日先問我可唔可以幫佢個仔補習化學嘅。學文科好犀利嘅喎。哦，滿分啦，100分啦，100分啦。